吃饭了没？吃饭了没？吃饭了。来吃。他什么时候回来？对，他什么时候回来？你女儿？两个礼拜。2个。他这个哦，对，2个礼拜刚好我们回台南。上学没看。弟弟回来，下落不明，爸爸。李欣呢？李欣。你又回来多久？什么时候？对你哪边？哎呀，你想不得，然后就要去煮。所以你演那个连大点说的。我的桂林应该领域中心啊。哦，对。对啊，我懂。听不出来啊。听不出，对啊，一场起都是桂林。对啊。你若讲较早看完拢会看，我看我懂。所以你有去上飞去走咯？好啊。这有成功很吗？恭喜！哦，恭喜嘿！那你吃饱了吗？他吃什么？吃饭。香蕉而已。有啊，这边。他刚不是有寿司？那你有吃寿司？要再看。我在想买一台。买什么这个？4K 的。哦，4K 的。因为它也是还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结果要就让你下去。提供 WiFi 功能。结果要就让你下去。提 WiFi 功能，我传影片。真的。好像跟4K 容量很大。但是问题是它只要能够 WiFi，我可以不用都一直处在那个，然后因为它2张卡要抽。赖牧师平安。我一直在想象一个场景，是赖牧师遇到赖副总统的时候，你2个怎么样？因为你一直在。
这几天有啊，早上都是礼拜六早上。配合一下，就是要把音量缩小声一点，然后等一下有2位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中的见证。你会吃吗？没有，这样很多非常还剩很多，你干嘛？这个你没有你就带回去。现在已经剩了。对啊，现在就已经剩在那边了，你看。应该要给，因为就是已经剩在那边的，因为刚刚我有那边有少一个人，然后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他如果来，就再来10个都没问题。不要跟上次这个我他去讲。不对不对，有多人我随时讲你等你拢不晓得。已经先去做，不是啦，跟班啦，我有一好，现在请大家可以安静吗？对，好，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恩典有。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来，再过20几天，不到20天哈，我们的2019年就要结束了，对不对？在这1年当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有发生不少的故事啊，然后呢，有些故事呢，也许让你受到伤害，但是有些故事呢，会让你更成长。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2位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故事。那在他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那个经文。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来，一起来。上帝啊，你恩典为罪患你，你的不义都立下死。好，这是上帝赐福给我们哈，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请第一位分享者 Alan， 对，第一位是傅云傅云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好，我们请傅云。大家晚安。刚才有人跟我说这灯很亮，我看不到下面，是不是我太矮了？好，对，然后对。然后就是相信大家就是在场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就是应该都曾经听过基督教这个信仰，其实从来都没有接触。那一样，我跟大家，大部分人一样是来自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然后小时候当然也听过基督教，然后就会有一些想象。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信主的经历，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来自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那就是从小就知道基督教，然后就知道说基督徒啊会去教堂，然后呢知道他们会过圣诞节，知道这是一个从国外传进来的信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 Halloween 跟那个就是基督教有关系，但这几万块其实没有。对，然后至于说我怎么样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是因为他们
就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他们是我们教的传教士。对，然后当时我也是就是在路上，然后就被拦截，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了很多，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跟我说，就是他们有外师上的英文课，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英文，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去上个英文课。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去上那英文课之后，他就要参与到他们的就是假日的那个聚会嘛，就有去参加他们的礼拜，所以我就开始呢对这个信仰有更多的接触。然后就开始认识到圣经啊，然后更多关于就是基督教的节日，然后就是他们有一本很特别的东西叫《摩尔门经》，对，但是这关于不同教派的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开一个就是短讲嘛，然后我们来谈就是这些不同的喜好，对，然后就是，但是就是我在教会就这样过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对。可是呢，后来他们就开始就是会说，我要来找你爸妈，这样，然后我要见你爸妈，然后然后就是讲我要去就是拜访你的家庭啊，然后怎么样的，其实就是要传福音。然后呢，他们也开始就是说，就是受洗啊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当时就压力很大，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我才国小而已，所以我就因为人的关系，我就离开了教会。对，然后不晓得是不是巧合的关系，就是我离开教会之后，上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了我生命中很黑暗的一段时期。那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是一入学我就马上交到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非常的主动，他就出来跟我示好，说，我们就当好朋友啊，然后怎样，所以我们后来真的很好，我们就是你只要在校园里面看到我们其中一个人，旁边就一定会有另外那个人，就是那种心灵不离的超级无敌好朋友。但是呢，后来呢，他就成为那个深深伤害我的霸凌者。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就开始对友情又很不信任，然后我对别人也觉得不信任，就觉得就是那些好都是假的，就是总有一天他会莫名其妙的，然后开始对你不好。所以我开始就把我自己封闭起来，然后我也开始避免接触人，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只要不要跟别人打交道，我就不会得罪人，就是不会被讨厌。可是其实就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就是我就在老师跟家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就这样一直熬，然后熬到毕业那一天。然后就是毕业那天我还记得，就是大家就是很让人依依不舍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表面功夫啊，但就是依依不舍那种情绪。可是我心里就是太高兴了，就是我终于来到这一天，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离开这些人，然后这些讨厌的事情，然后我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我新的生活。但是就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的这个心理压力，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我。就是其实我上了高中，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同学，他们都对我非常好，然后就是很照顾我那种。因为我那时候很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读女中，所以没有男生可以帮忙搬书。我记得开学那一天，老师说班上去搬书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什么搬书。我就到那个书前面，我看到土这一点拿走，要搬的时候，我就说你不用，就说我帮你搬就好，你这手感觉会断掉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真的都对我超好，就是超级照顾。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脱离我那样的负面情绪。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就是平常可能大家就觉得也是会跟我聊天啊、讲话，我也会跟他们讲话，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很虚伪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再跟别人讲关于我的事情，甚至我其实蛮抗拒跟别人讲话。我在人群当中我是尽量的不要开口，对。然后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然后就这样的，就是有点像是长期的一个防卫的机制，就是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对人再敞开。然后就是到了高二那一年，就是我终于受不了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来到我们家大楼的楼顶，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楼顶的那个围墙，其实还颇高的，就是大概有这么高。然后其实我的个子就是不会靠下面，对，然后大概是顶楼的话就是8楼的高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围墙的，就是边边有一个楼梯，因为顶楼还有一个家，就是上面有个水塔，然后那个楼梯是通往那个水塔的。然后我就看到它就紧贴着那个楼梯，就紧贴着那个围墙。
然后我就走上了那个楼梯，然后我一跨，其实我就可以看得清楚下面了。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然后就是有那种很温煦的那种风，就是吹在脸上，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清醒。然后其实以前就从我们家那个我看下去，我都觉得还蛮可怕。但是我当下其实我看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没有很恐怖，就是这也没有多高嘛，对。然后我就开始在想，就是我如果现在就这样掉下去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应该很痛，然后我应该会死得很难看。然后我就在那边想，在那边看，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生命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对死亡就不会有那样的恐惧感，对。然后对，希望大家就是不会经历到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一样还是继续思考，然后我脑中就是闪过我的家人在我的灵堂前面痛哭，然后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如果心中真的要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这几年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什么，然后只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情绪不稳定啊，然后就是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然后有点孤僻，然后就是在短时间几年内我就暴瘦成纸片人，然后我最后很自私的离开。对，然后当然我现在能够这样，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我爸，他就砰的一声，就是推开那个我们顶楼的那个屋顶，就是顶楼的门，然后他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我爸就一看的时候就说：“你在干嘛？你知道我们找你很久吗？我们要报警了。”这样。对，可是。当然那是我爸那时候跟我说，可是在那之后，他们就开始非常的密切的注意我的状况，对。然后我的阿姨她其实是在就是宫庙里面，就是有在做事，她就是那种可以跟那种神鬼对话那种人，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她就是跟我妈妈说，就是你可以寄一件就是妇女的衣服过去嘛，这样子。然后我妈就寄，因为她有。没事到没招，她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她借了一件我的衣服去给我阿姨，然后阿姨就是透过这件衣服呢，她就发现，她真的很神奇，透过一件衣服就发现说，哎，有一个男生跟着我。那这个男生呢，据他们的说法，是我好几世前的就是男朋友，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分开了，所以他就是因为感情的事情就自杀。那在他们的说法，就是自杀呢是没有办法投胎的。所以呢，他就一直在这人间就游走，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刚好遇到他，然后他看到我，他就开始跟着我这样子。那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当然就觉得说要处理，所以呢，我就被抓到那个宫庙里面去1个礼拜，然后就准备要做那个法事。大家应该很好奇做法事怎么样，我也想分享。就是呢，那时候我每天就会一大早大概5点半起来，然后我就跟我阿姨一起，就是到那个。他的宫庙里面准时6点报到，然后呢，我就要坐在那边就是放空，对，就是一边放空，然后就是过一阵，然后我阿姨走了之后，我就可以起来的。那放空之前，他们都先拜拜啊，什么仪式这样子，对。然后呢，我阿姨一走去上班之后，悲惨的事情就开始，我就要开始折那个紫莲花。大家看到那个就是黄色一张纸，然后上面印那种红红的，我那时候直到我每天手都是红的，然后。就真的很丑，我就是出去我都不敢让人家看到，因为又是夏天，然后才会藏不住，那手都全部都是红红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讨厌，然后终于就到了处理事情那一天啊，然后就是非常厉害，他们就说来了这样子，然后就大家一起往外看，就大家好像都知道，就只有我什么都没看到，然后来，我阿姨就出去跟他讲话，这样，然后谈条件这样子。然后那男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还就是很生气，这样就是很凶。他在讲的话我听不懂，就是他讲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呢，那边那个主要的那个在公庙里面那个阿嬷就跑出去，然后更凶，然后就说就是好像意思是说没得谈，就是你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只能做这么多给你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我就处理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说呢，就因为那时候我爸是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宜兰，然后他们已经回彰化家里面。然后我爸妈就是照理说，他们应该很期待说看到我回来的时候，应该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然后白白胖胖的，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变得很好这样，因为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可是没有，就是我在那短短1个礼拜，我暴瘦了3公斤，然后我回去之后，我简直就是像一个活尸一样。所以为什么说3公斤？其实1个礼拜3公斤应该还好，
但是我那时候是从31公斤开始瘦下去，对，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瘦。然后我妈妈每一天晚上，她会怕我睡一睡会突然死掉，因为太瘦人其实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妈会半夜惊醒，然后跑来我的房间看看我有没有呼吸。对，然后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很糟糕的，就是情况下，就是上帝就出手。对，然后这一次就是我就是很紧紧的抓住，然后大家看到就是照片中就是粉红色衣服的这位阿姨呢，她是我妈妈就是学生时期的好朋友。那这个阿姨她后来也听说我的状况，然后就开始带着我到他们的教会参加小组聚会，然后上帝他奇妙的恩典就一一的在我身上彰显，所以我开始去那边，我开始感到真心的快乐，真心的，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重拾我的笑容，然后开始可以跟别人交流，然后开始愿意敞开心跟别人说关于我的事情。然后当然我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我的体重就是蹭往上这样，莫名其妙。我只是去参加那个小组聚会，那时候甚至没有去主日哦，对，然后就是经历了上帝这样子奇妙的医治之后，就是现在我也可以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就是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关于他的医治，我也可以成为失落的人的帮助。然后就是今天就是在这边有我很好的朋友。然后也有新的朋友在这边，然后就是谢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里见证上帝他奇妙的作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耶和华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叫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地必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感谢神。然后就是我后来来到新竹之后，就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然后继续的被牧，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就是在这里，就是灵命更加增长。然后就是想要，就是如果在场的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是你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教会的，想要跟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公园教会。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有2个很可爱的牧师。就是我们的黄牧师跟就是戴牧师金军，然后因为我们很有趣，因为我们同心合一，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因为我们在乎每一个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用他的爱保护我们。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耶稣，我的耶稣。如果有人会唱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我的生，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
会觉得很奇怪，说，哎，为什么基督徒啊，好像都强迫人家接受耶稣？你基督徒真的是有强迫症吗？强迫人家接受耶稣那我相信，哎，你有在社群中传过影片给别人的举手，就是你在 FB 啊，你在 Line 上面的，蛮多人都有那你为什么会传呢？是不是因为怎么样？这个影片好好笑或者是说，哎，这个影片很好看，很有意义，对不对？我就觉得说，哎，我就好想要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因为信耶稣真的太棒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希望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好，但是有人会问啊，就说信耶稣之后是不是真的就一帆风顺呢？相信在座的基督徒都会跟你说，答案是什么 ？No， 答案不是答案并不是这样子的也许你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也许你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上帝他要透过我们的环境来磨塑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是需要在成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 Alan， 我们第一位年轻人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把时间交给 Alan。好，大家好，我是盛子。然后那天永流就很奇妙，谢谢各位长老教会邀请我。然后永流下面这个字是我在打的时候自动选字，然后说哇永流有点永远留存也不错，所以就把它留在上面。然后今天希望透过我的分享，可以让大家看到，可以有一些线索关于恩典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个故事，然后等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念从有个处境开始，1、2、3，有个处境有的妓女来找我，她无家可归，身体有病，没钱给2岁的女儿买奶粉，她声泪交加，告诉我，她把女儿才2岁。首先，我在法律上有承认，我规定要检举儿童受虐案件。我不知道应该对这个女人说什么才好。最后，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到教会求助。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脸上一副无辜的震惊表情。教会，她叫道：“我怎么会去那里？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更烂。”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教会跟我所认识的不一样。教会应该是很热情的，有免费的晚餐，然后你可以参加密室逃脱，就是有很多活动。但是从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这个妓女，看到她被人家不要了，她在社会的最底层。然后今天这个男生想要打发她，就说：“那你就到教会好了。”然后这个妓女就说：“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更烂。”然后我自己很能体会这句话，所以我想先请大家把这个感受放在心里，然后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信仰。好，有动吗？对。好，我23岁，我是领圣者，然后我是主动客家人，然后我同时也是基督徒，然后我现在在交大当研究生，然后我是一个运动迷。然后我也是宅男，感谢主，上个月有机会跟关长教会去野外礼拜，然后第一次到日月潭，说真的我第一次，对吧？很奇妙。然后我也是个猫奴，然后我也很常觉得自己我是一个王八蛋这样子。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新竹高中毕业，然后升大学，然后参加暑假营队，认识基督信仰。
2016年我寒假的时候决志信主，然后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基督徒。然后2017年我参与服事，就开始很热衷在教会的活动。然后因为我念土木的，然后我就想说要2行嘛，然后就想说钢筋混凝土归档。然后大3的时候我离开教会，然后就觉得很失望、很挫折，为什么教会不是我想的那样子？哎呦，糟糕！然后2019年，然后我参加第14届的青年宣道大会，我重新认识耶稣，然后现在当研究生，然后同时也在校园书房打工。然后这是我家的猫，我只是想要晒一下，它很可爱。我没有带来了，然后生命的意义是我高中的时候在想的问题，就是我新读高中嘛，然后很常问我同学说，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就被教育到要念书，可是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国中考到好的高中，然后再考到好的大学，就我生命没完没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同学都会说，你想太多了啦，你就交一个好女朋友，就成功啊，然后就赚大钱发大财就好了。然后我只是想问大家对圣诞节一开始就知道它是跟耶稣有关的节日吗？真的吗？因为在我18岁以前，圣诞节对我来说就是圣诞老公公的节日，就是圣诞是一个形容词，对我来说，圣诞树啊什么。然后一直到我18岁，我上大学，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有一句话很感动我，它是传道书3章11节，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是跟我的生日一样，3月11号。然后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电脑面前，然后看着10几个聊天室窗，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完，然后就觉得哇，我生命还是好空虚，就感觉我生命很不满足啦。然后就像肚子饿，你有食欲，你会需要找食物，然后你口渴，你会想要找东西来喝。那我生命的这个不满足，我却没办法找到。当我看到这些经文，他说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要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神至始至终的作为。对我来说，我就看到这经文，我就觉得哇，没错，我在找的是关于一个永恒，一个永远不会不见的东西。然后今天透过圣经，神跟我说，这个永恒是他放的。所以那时候很感动，所以我在大1的寒假的时候，我决定信主，我参加各式各样的教会活动，然后我到澎湖去带小朋友，然后参加各种退休会、祷告会、讲座，然后受洗礼拜，然后自己也参加在大学里面带小组，就分享福音给大学生，然后也参加敬拜团，然后结果大3的时候，就我做了这么久，我就想说我在干嘛？然后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教会？然后我的生命有因为这样变好吗？那换句话说，就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我想了很久，最能说服我自己的答案是，活着为要敬拜上帝。就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祷告，我唱诗歌，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没有人拿得走。然后再加上大学事工。传福音这件事情非常吃力不讨好，就像是你端了一个你最喜欢吃的卤肉饭到别人面前，然后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不吃饭，你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生命当中有好的东西，可别人不要，那种被拒绝的感受很不好。那活着为要敬拜上帝，是当我大3的时候当基督徒，我觉得是最能说服我，也是我一直的动力，就是为什么我参加教会活动，为什么我热衷于教会活动？转折点是2008年大3的寒假，我离开过去我所长大的教会，所以那时候我在跟我辅导讨论一些教会的事情，然后我辅导问我说，我为什么带小组？我说我想要有一天能够和学生一起唱诗歌，然后他就说哦，就这样，他就有点很轻浮的跟我说。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服侍？”我说：“服侍会为的是要更像耶稣。”然后他听了一下，说：“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都是圣经上面的答案。我觉得服侍是。”接下来跟我开始分享很多。
我说对，我所回答的意思跟你所分享的一样，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紧接着他就问我说：“你当基督徒多久？”那我回答：“快3年。”他说：“那你服侍多久？”我说：“也快3年。”然后还有一个很嘲笑的口吻说：“不对吧？你大一下信主，这样应该才2年哦，哈哈。”所以当下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其实蛮有情绪的，我也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我们讨论的东西已经偏掉，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偏离话题了？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没有，所以冲突就发生了。所以在那次之后，对我打击蛮大的，很多教会的人来找我，很多辅导就想要关心这件事情，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你很不成熟，你不应该这样对你的长辈讲话，你需要再道歉，就是因为他还有受伤，你很情绪化，你没有先思考好你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人都会犯错，你要原谅他，你自己写一个反省报告给我，然后我们再好好讨论，然后你就是像是圣经里面描述的某些人，他就拿出圣经指着某一节说我像那样子的人。那对我来说，我生命的很多的为什么，就是上帝你在哪里？耶稣你在哪里？为什么你的教会长这样子？我离开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的公义在哪里？为什么基督徒的话可以比不是基督徒的人的商人？没有人愿意理解，然后当比较久基督徒就比较有权威嘛。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笑，因为我在教会没有人可以分享，因为怕影响到其他人对这个弟兄的看法，所以那时候我打电话给我妈，我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就因为我很热衷于教会活动，然后我好久没有回家，虽然我住新竹，我住竹东，然后我就说妈，对不起，我好久没打电话给你，然后她就说你怎么了？就我妈很直接的，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说对不起，我好久没回家。然后说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好好笑哦。然后我真的是压抑很久很久。然后我说我跟教会人吵架，他说因为他也知道我很常在教会，然后他也蛮没有说很接受这个信仰，可是他那时候却说你有空还是多回家，教会你能够多帮忙就多帮忙。然后我觉得很奇妙的是，那时候给我最大的安慰，不是什么辅导，不是教会弟兄姐妹，而是一个我一直在与他抗战的母亲，她很温柔。所以最后我离开了2008年，我大3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基督徒活出来的样子，跟我在圣经上所认识的耶稣不同？简单来说，我被已读了，我问的很多很多问题。我都没有得到答案，然后关于爱，关于耶稣，我觉得离我非常远。天国已读不回，很奇妙，在我今年的暑假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参加这个青年宣道大会。那其实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期待，我会报名是因为。你知道宣教大会，耶稣一定在那里，上帝一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我心里很多伤痕破碎，我想要找上帝，我不想要放弃这个信仰，我希望他能够回应我。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发现结果，上帝真的在哪里？上帝在哪里？生命伤痛的时候，我们很常问上帝你在哪里？你的公义呢？你的恩典呢？那时候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牧师，他同时也是个讲员，他语重心长的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就如果你对历史稍微有了解，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国土，因为那是他们祖先的圣地，他们打着神的名义去侵犯、攻占那些人的国土。上帝在哪里？他说，我们更应该要问教会在哪里？基督徒在哪里？那个牧师他的家被一道城墙围住，他每天回家需要经过一个哨站，被全身的搜身，他还是愿意待在那里，
因为他说他要拆除那道墙，他选择活出耶稣的爱。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选择活出圣经上面陪这个人再多走1里路。当他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左脸让出来，给这些不喜欢他的人打。他选择在那充满仇恨、不公义的世界里，继续教导巴勒斯坦的孩子耶稣的爱和恩典，同时自己委身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朋友。他坚定地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教会可以改变世界，要有信心，要有恩典。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也是一间小小的教会。透过爱的行为，带出神的医治，在这充满不公义的世界上。我边听，我边流着眼泪，点着头，然后做一个祷告。我说：这才是我认识的耶稣。找回老朋友真好。那是我1年之后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说我也是。我只想谢谢耶稣，他的爱好大好奇妙，白白的给予和赦免，很温暖，胜过世界上所有韩剧的欧巴，非常的温柔。所以我时间有限，我要讲快一点。我们都渴望像以色列人一样，渴望有一个王为我们不公义征战、说话、打架，但是耶稣自己却不是这样。在圣诞节，他亲自降生在马槽，他谦卑的为我们上十字架。当罗马士兵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士兵瓜分他的衣服，拿刀刺他，看他还有没有死的时候，他说：“我的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面对他的仇敌，不愿意爱他的人，他选择原谅，他还是选择把他们当朋友。耶稣的胜利不来自把他不认同的人杀光，而是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国，一起得胜。所以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离开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不离开，我不会跟我家人关系变得更好。如果我不离开，那过去的年轻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窗口可以诉苦。现在我有机会来听他们分享，恩典是祝福的。同样的，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故事，是我在校园书房打工的时候，然后有2位，一个是看起来有点身心障碍的叔叔，然后他来买一个经文牌，然后他就说：“我想买这个主导文。”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有打折吗？有打折吗？有打折吗？”然后因为我同事在旁边，我当然会给他打折，可是我就不敢讲。然后他就说：“我家有一个另外的经文牌，我看得很平安，我也想要买一个。”然后最后还是有给他打折，然后他走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如果你有看过《奇迹男孩》的电影，他就长得像《奇迹男孩》里面的孩子，他没有耳朵，他有耳朵很扁，然后鼻子也很扁，然后他就来买东西。其实老实说我不太敢看他，我会怕。然后他妈妈带他来，然后他就说：“叔叔你信耶稣吗？”我说：“我信。”他说：“信耶稣有平安。”我说：“对，信耶稣有平安。”然后就走了。我就在想，哇，他们领受的恩典跟我的恩典有差吗？我因为身体比较完整，我因为读书读得还不错，他领受的恩典跟我有差吗？感谢主，我当下的答案是没有，完全没有。今天不管我们生命当中哪些残缺不好，但是我们领受的恩典，只要一直信心，就是一样的。感谢耶稣。最后我对恩典的，就是我在想这个恩典有没有说，对我来说，恩典其实就像是一个点，就是 grace point。透过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做的很多，从点开始构成线，再构成面，然后让恩典可以永流，让恩典像海洋一样充满在这不公义的世界，带出爱来医治每一个人。而这是教会可以做的，是我在营会里面学习到的。而我们也本身个人都是神的教会，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最后，回到圣诞节，我发现这是恩典的起点，十字架就是恩典的完成。
恩典是耶稣本身他自己。希望透过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去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恩典好一点，而不认识他的人可以来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最后我想要分享这首诗歌，所以等我一下下。这首诗歌很特别，我觉得它那边歌是说，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而是因为你宽容奇妙恩典。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什么，而是上帝找着了我们。我也希望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在圣诞节能够去纪念这一日。我的计时器响，抱歉。好，再一次。一定要分出来。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乃是依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
其实也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反省哈。那很多人会说，对啊，我就是在教会受伤，就是你们基督徒都表里不一致，让我觉得基督教很虚伪。我相信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哈。那但是我想，这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说，你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你信仰的是辅导，是牧师，还是教会宏伟的建筑，还是某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一个伟大的你所敬仰的一个对象？那其实这都不是基督教的真理哈。基督教的真理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唯有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认识神、经历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接触到基督教的核心。